那么今天在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圣地金刚座，金刚座的附近，召开了这个第18届噶举辩经法会。在这个法会期间呢，各位前来参加这个法会的善知识、格西，还有特别是第18届辩经法会来参加辩经的各教派的这个善知识们，以及各教派的这些导师，以及所有前来学习的僧众，在今天在这里，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以及所有在家信众。首先，我在这里，我向大家问候扎西德列，以表示吉祥。那么，这个召开辩经法会已经第18届了，所以从最初召开辩经法会的时候，喇嘛彭措，他也亲自来到了这里。喇嘛彭措呢，他为这个佛教的事业，有诚挚的这个信心，以及从当时他执行举办的这个辩经法会，从最初这个召开的时候，第1届虽然规模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就很多的来参加这个法会的僧众也越来越多，以及这个辩经法会的这个主题，各学生的这个智慧以及学问知识和辩才的能力，不管从各方面都像这个明朗的秋月一样，越来越增盛。所以呢，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最初呢，我们召开第1届学院法会的时候，最初的这个初心，最初这个举办第1届辩经法会的举办者也是这个喇嘛彭措，所以在这里也向喇嘛彭措表示由衷的感谢。那么，在2年前，2年之前有这个社类学、心类学，有各种这个辩经的。辩才的这个有一些计划，然后今年是这个第3届，也就是第3年。因此呢，这个社类学、心类学，在这些方面主要是有各教派的这个导师为我们来见证以及评分。他们来到这里的，我视之为重，把他们视为非常重要，有很殊胜的这个目标。比方说，像我们雪域藏地，也弘扬的这个佛教，以及各个上师的这个传承不同，以及各个寺院的这个修法方式不同，所以各教派都有不同的这个佛学院。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的导师都是释迦牟尼佛，也是
我们所要皈依的也是这个佛祖，都是同一位佛祖，所以呢，在实际意义上没有任何的差别。因此呢，在暂时的这个暂时的，因为不同名列这个名的安利名号上面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呢，我们有各个不同的教派，那么各教派之间呢，一定要有这个亲近的誓言以及彼此和睦，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才能繁荣昌盛。这也是佛教能够弘扬光大的这个根本。因此呢，各教派的这个善知识、圣贤之士，我们邀请他们到这里来，为我们的这个辩经法会做导师，来看我这个僧众们的这个学问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让他们来评判这个分数，来最终以他们来评判这个学生的这个学识。所以呢，对于这个呢，他们到这里呢也是以清净的发心到这里来，所以我也希望我也有这个很大的信心可以这个圆满成功。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辩经的这个导师一定要是一个中立没有任何的偏私，因此呢，我们各个佛学院的这个，如果以各个佛学院的这个堪布让他们来做这个辩经的导师的话，那么虽然可能他们会有中立的态度，但大家都会有些人也会有意见，就会觉得他偏向哪个佛学院，或者偏向哪个学生，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他们可能就算导师是中立的，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可能他们要为自己的佛学院来偏心于自己的佛学院，所以各自的发心动机也会有这样，所以也觉得大家也有这样一个担心。因此呢，我们就从各教派的佛学院，我们引请了这几位各教派的导师到这里来为我们指导。所以呢，总之呢，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内容主题是百段引导文，以这个口传的方式就这样传授给大家。那么百段引导文它有500多页页数，因此呢，像一种口传讲解方式的话，那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利益，对自己的对听闻的这个听闻者也可能很少能利益到自己的心性自相续。因此呢，也会有一种口传讲解的方式为大家解释这个百段引导文，一边念一边解释，我觉得可能这样会对大家更好的帮助。因此呢，这个百段引导文已经讲了2年了，因此呢还剩我们只讲了190多页，还有很多页差不多还剩2/3的这个页数。因此呢，要怎样讲呢？以引导文和讲授佛法，它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自己传法上是要有这个修持的这个经验，以及他有闻思修的这个智慧，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他可以有非常自豪、非常自信的为大家讲解。但是我不具足这样的功德，因此呢，现在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就算没有功德也装着有功德，就算不懂也装着很懂一样，只能在这里为大家讲，一步一步的讲下去。那么呢，你们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从小7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准备，就这样将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小孩就告诉我说，你是伽玛巴，然后把我认证为伽玛巴，就带到了寺院了。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准备。但现在
因为现在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考试测试，如果要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测试很好的话，那么如果毕业的话，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工作。像我的话。我得到这个伽马巴的名号的时候，是最初我没有什么断证的功德，也没有什么这个文思修的这个功德，并非是这样。如果或者说是你可以利益到大众，所以依靠这个功德和力量，并不是因为这些而获得的这个伽马巴的名号，而是因为第16世伽马巴的临终的这个认证书，也就是在白纸上写的这个黑字，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像比方说有断证的功德，或者是讲修辩的这个功德，因此呢，我都不具足，所以呢，讲到这个要讲法的时候，我也有一些畏惧和担心，不过。我会尽自己的能力，也在减少这个讲法和灌顶的这个次数，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的修为，所以如果再跟大家讲解的话，就觉得只是一个嘴上的谈兵一样，所以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有时候如果我演讲或者讲课的时候，有一些讲法的不同，因为听法的人个人有各自的思路，所以他们也有个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但或者说讲得好，或者是讲得不好，有各种的这个评论。那么这个评论是可以有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在以前伽马巴密居罗街的时候，因为他讲法的时候，有人会说他说讲法的讲得不怎么好，因为在他的这个教言之中也有提到过，有人评判他讲法不太好，所以在这个教言之中也有看到。因此呢，这些状况是可以有的，特别是在现在是21世纪，大家都有这个讲话的权利，都有言论自由，而且对思维也有自由，特别是现在也提倡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状态，大家也很尊重这个自由，所以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时代的时候，如果听到如果可以评判或者是讲解各种的这个言论，可以有这样的言论，这只是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就可能跟社会脱节了。所以呢，从各个方面去想的话，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学问，最初不会讲，再加上还有各种的事情发生，所以也不知道究竟该讲还是不该讲，所以该怎么办也是有一些疑惑。有可能打个卦可能会好一些，因为看一下这个卦象究竟会这样。有时候觉得如果不讲法的话，只是打卦的话，有时听起来也是怪怪的。总之反正一切都。这个可不可以声音可不可以这个变小一点？因为回声挺大的，把声音弄小一点，或者是把这个音响调一下位置。那么。因此呢，今天就像之前我们所筹备的一样，要讲解这个100段引导文。从今天如果不讲的话，就有点过不去。但明天之后还要不要讲，我们就再看看吧。所以就如果只是口传的话，那还挺简单的，因为我这个口传的传承也是从各位仁波切那里求到的。所以呢，各位仁波切的大家也听到，如果各位仁波切传授的这个仁波切的这个口传的话，
因为我自己这个读经的这个能力也不怎么样，所以如果之后仁波切能传口传的话，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明后天该怎么办，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所以呢，今天为了一些怎么说呢？缘起，所以我会先讲解一下。这个去年的这个讲制，讲到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一段的这个传承，他主是在讲自己的上师观想在对面，然后在这个法座上的这个上师，现在在想观想的对境。这是在祈请这个上师可以加持自己从这个痛苦之中将自己解救出来。然后将所有的传承上师观想在对面，然后各传承上师一一相融，最后融入根本上师，然后将这个上师的加持融入自己，然后上师的身语与自己的身口意相融，然后在这种无缘的这种观修之上安住。那么这个传承的话，它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在讲传承上师最顶端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相，它是圆满一切相好，而且周围有一切无量的这个菩萨围绕。之后是这个龙树菩萨以及无住菩萨、世亲菩萨、三位菩萨的一些班智达，他们以班智达的这个装束，然后围绕在这个周围。以及西藏的这个高僧香波道或者香夏瓦道等等，以及指着这个像读诵千巴，他是第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总集，将它视为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身像是白色，然后犹如10万个太阳照在雪山上一样，然后现在在讲述这个观世音的这个身相。然后这种观世音，它是以这个国王游戏式的坐姿，然后以及它身著各种的天衣和绸缎和一些兽衣，兽衣就是这个动物野兽的这个皮。然后祈请这位大悲观世音菩萨可以加持自他一切众生。以上的将这些这个诸佛菩萨以及上师将他们视为无二无别，而在这种无缘大悲的状态之中安住。
然后接下来是要观想这个本传承的这个传承上师，他们就像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排列，然后从这个金刚总持以及到那罗巴、迪罗巴，这传至马尔巴、米拉日巴、冈波巴以及杜松谦巴。然后也不让任何的妄念打断这样的观修，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中供养，然后祈请，然后不分昼夜的在以这种不忍众生痛苦的这种大悲心之中，以及对上师的没有任何染污的没有任何杂质所染污的这种信心，然后使上师所为皆为事业，一种没有造作、没有修改的这种虔诚之心，在一种很平静的这个状态之中安住。所以在这一部分主要是在讲这个观想归敬，主要是这个菩萨界的这个传承上师，或者是这个道次第的这个传承上师，要亲近的明观这些传承上师，那么就是各自的为了让自己的菩提心可以增盛，可以得到升华，然后观想这个诸佛菩萨以及传承上师，并且祈请他们所以呢，在这部分里面所讲的这些不分昼夜，没有这个上座和下座的这个间断，以这种不忍众生苦的这种一个大悲，一定要具足。那么呢，我们对于这个悲心，对于这个大悲心，菩提心和这个悲心，菩提心要依靠悲心才能升起。那么悲心呢，各个上师都有不同的说法，像声闻有没有悲心，或者以及有无量悲心和大悲心有一些区别。像无量的悲心，它是将无量的众生作为对境，然后那么大悲心就是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一切无物的众生，将他们视为对境，此为这个大悲心。那么对于一切普天下的众生，所以呢，也有说声闻乘他们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悲心的发心。那么有人也说，也对于一切众生，无余的一切众生，对他们升起悲心，声闻乘有，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担负的这个责任的这个悲心，他们不会想要去利益众生的这种悲心，他没有。总之呢，各个上师、各个圣贤之士，他有各自的观点，这很好。为什么呢？我们说一切众生远离痛苦和苦因，我们会一直都这样发愿，如果仅是发愿或者心里想一下就能成就的话，那很简单了。但并非这样，我们总是说愿他能成就，愿他能脱离痛苦，仅是以这样的一个心念的话，那是还不够的。那么还要什么呢？他要一个热忱，也就是想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的热忱，就是想要为了让众生从痛苦之中解救出来的这个责任，我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而并非说只是发愿而停止在这个仅停留在发愿之上，而没有这个要担负的责任。只是以这种发愿的话，如果众生就可以解脱的话，那很好。但是并非只是因为发愿众生就可以得到脱离苦海。我们一定要努力精进的，为了去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该怎样努力和精进呢？那么就要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我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以这种如果有这样的猛烈的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一切众生就能现见众生是如何的遭受着痛苦。那么从六道之中，六
到的这个痛苦，像三恶趣的痛苦，痛苦苦，疾苦和坏苦，各种不苦痛苦，我们都要去思维。比方说米拉日巴大师所讲的，他怎么说呢？米拉日巴大师说，如果大雄心里升起这个悲心的话，就像在这个火海之中一样。那么米拉日巴大师他说，他对众生的这个悲心，是没有任何造作的，他是从打心底里，如果升起这样的悲心的话，当时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像自己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就像自己在火中。如果一个人在火中，比方我们在火中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周围都是火，那么在这种自己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我们一刹那也不会待在火中，马上就会想着要从中可以火中脱离出来，那么还会特别的努力，想尽办法从这个火团之中逃离出来，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像这个没有任何造作的这个悲心呢，打从心底升起的这个悲心呢，就会有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这种一个痛苦。如果有这样的，就会慢慢升起悲心。但是像我们的话，要升起这样的感受的话，的确是很困难的。比方说，嘴上的话，我们总会说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及苦因，我们嘴上这样讲，但是当时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呢？我们动机是什么呢？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是怎样一个行为呢？像这样是无法忍受的一个状态呢？或者是有一个至诚的这个心态呢？是不是自己去做这个悲心呢？我们也一定要去观察，但是我们很难，这很难。所以呢，如果嘴上发愿，心里只是想一想，愿一些众生可以脱离痛苦或苦因的话，那很好，希望他们可以脱离痛苦。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发愿的话，像这样一个这个责任心，如果以这种方式去发愿，然后有这样的责任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担负的这个心态，如果有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升起这个悲心，否则的话，这个悲心是很难升起的。所以呢，像这一部分，它主要在讲这个升起这个大悲心，那么这个大悲心，自己升起这个大悲心，担负起这个责任，然后以至诚的这个至诚祈请这个传承上师及自己根本上师。然后接下来是在观想这个传承上师，其中也有这个桑杰宁巴仁波切，观想他们这些传承上师，然后祈请他们，以及观想这个说上师的加持，就像普降甘露一样，降到融入自己这个身体。以这种方式呢，上师的加持融入自心，那么自己也升起如上师般的一样的责任心，以及升起这样的勇气。并是一切这个世间的一切对他们世间的一切升起厌恶性，从而升起这个出离心，对一切众生升起悲心，而且对一切上师的升起这个无杂质的这个虔诚的信心。这样的话，自己所行皆会成善，也可以获得这个上师佛的这个果位。这部分。Great devotion for the Lama. So what is the section is? 在讲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一个观点，像密觉多杰是噶玛巴的密觉多杰的根本上师的顶言，也就是第一世的桑杰宁巴仁波切，桑杰宁巴他是第7世噶玛巴曲扎江做的，也就是他的
帮他牵马的一个人，所以因为他特别的注重就是这个身材的这个收束，所以他从来不接受一般的这个供养，所以他这都是吃一些鸟兽这些剩下的东西，所以他的这个肤色也变得很辉煌，所以也有点蓝色，所以大家都叫他年巴蓝色年巴。所以像这个蓝色年巴的话，他是这个弥觉多杰的根本上师，所以在弥觉多杰的大部分的这个教言，都是只要是他的这个教言的话，它上面都会有这个对于桑杰年巴大师的这个顶礼文，都会顶礼这个他的根本上师桑杰年巴。所以虽然这个弥觉多杰只医治了桑杰年巴3年，但是像现在来讲的话，是桑杰年巴对这个弥觉多杰他有很大的影响，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有时候也有在讲弥觉多杰他有4位上师，有多么扎西维泽以及曲住森格以及大善知识曲住森格，还有噶玛车连巴，这些都是这个弥觉多杰的4大上师。有时候弥觉多杰也会反驳他的上师的这些教言，他就会说他的上师噶玛车连巴有说过这样，但是我不赞同。像多姆扎西沃泽弥觉多杰也有在一个书中叫反驳博士这个他的上师，但是呢，对于这个大成就者这个桑杰年巴一样，他都把他所言都视为是佛旨，视为是佛所说，所以他从来没有反驳或驳斥过是一个桑杰年巴的这个教言，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没在任何的文献之中看到，所以弥觉多杰对桑杰年巴有非常特殊殊胜的这个信心，因此呢，结合着这样一个前进纯洁的这个信心的话，那么接下来是弥觉多杰是怎样著作这个上师瑜伽呢？那么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身口意加上一切的这个物质一切将自己的一切都以这个供品的方式将它供养给这个上师和三宝。那么依靠这种供养三宝的这个善业将这个此善业回向给众生，可以获得佛果，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他们脱离苦海。所以呢，自己的一切身行所的一切物质和善业，一切的善业都供养给这个上师和三宝，依靠这个供养三宝的这个善力，将这个善力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么只要自己的一切身行住财物，所有的一切不掺杂任何的私心，将这一切这个为了三宝的事业和一切众生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如果有这样一个舍弃之心的话，那么自心所思皆为善，所行皆为善。自己的思维，不管自己的思维在思维任何的善念，有任何的善念，自己都可以利用这样的善念利益到众生。否则的话，像现在这样一个顽固的心态的话，我们要怎样去善加利用的话，都很难，都不可能将这个顽固的心扭转过来。就算自己想要观修慈心、观修悲心，想要修法，再怎么努力精进的去修持的话，再怎么去观想的话，但是还是不尽如意。所以呢，总之。对今生的这个贪念，以及对自私之心，我们都很难舍弃，所以更别提这个利益众生了。所以呢，将自己的一切身外财物以及自己的身体，全都可以为了三宝和乳母的一切众生，舍弃自己的身体，舍弃自己的一切。因此呢，
如果能将这些一切可以利益到一切众生的话，只要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利益到众生的话，那么自己的所有的思维都可以驱入到这个正念善念。那么接下来是依止上师的这个方式。那么接下来依止上师的这个方式，以这个令上师欢喜，或者是服侍上师，或者是以这个修持供养依止上师，有这种这几种这个依止上师的方式。比方说令上师欢喜的这种依止方式呢，就是像一些物质，如果上师需要的话，那么就供养一些物质财物供养给上师。好像时间到了是吗？已经到4点半了。所以像这种这个财务供养的依止方式，以及身语意以身的这个供养是顶礼语的是祈请，心就是对上师生信心这种身语意的这个供养。然后像这个我们不是供养上师药物，或者是以这个按摩的方式在上师给做足底，或者是这个各种这个按摩，像我们平时说服侍上师，比如像奔钦小家兄弟，他有一个文法的这个一本书。它是一个这个古文，其中会有很多藏文的这个古文，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法书。在这个文法书中，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法事和尘世区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有的人生病的话，我们就会做法事，我们就会去念经。但是念经的话，它是遣除为缘。真正我们念经的话，那么就要称之为遣除为缘，不能称为是法事。那么遣除为缘和法事我们弄错了，所以把这个遣除为缘把它安立了这个法事的名字。否则的话，像我们对这个病人念诵这个经文或者是施舍夺玛的时候，这必须要称之为这个遣除为缘。那么法事呢，就是说做法事，就是像之前我们所讲的，对上师为了上师可以长寿，为了上师可以长久住世，在他的脚上涂一些或者是为上师按摩，这些成为这个法事。所以呢，在修持这个意志的话，有2种，它是随行修持，或者是直接修持。直接修持就是上师直接给你传授这个教法，他就如理的这个听闻上师依教奉行的去修持这个上师的教言。那么这个随行修持呢，就是依靠这样的上师所讲解的这个教言，虽然没有这样的教言，但是对上师的事业也有帮助的话，那么事实上就是也就是承办上师的意愿，也是这个也修持佛法，也是修持佛法的意志。这是直接上师所言的意志，以及或者是随行间接的听闻上师的教言而服侍上师的话，这也是这个修法的这个意志。所以呢，好像是这样。
这个时间3点半、4点半，不是说还有茶吗？今天有茶吗？怎么茶就无声无息了？没有吗？好吧，那么今天就为了代表一个缘起，就大概讲这么多。那么主要是你们大家也知道。对佛法法宝也主要是这个显密两个教法。那么对于显教的话，那有讲的传承；对于密的要修的传承。所以说为了不使佛教衰败而护持的这个方法，就是要以这个讲修的方式去护持。那么除了这2个讲修以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护持佛法。因此呢，对于显宗讲或者是听闻这个显教，那么对佛法的这个教法，我们听闻讲解佛法的话，为了不使佛教衰败而去听闻，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我们在做一个伟大的事业，以这样的方式去听闻呢或者讲解的话，那么有这样一个动机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让自己的这个言行不让它误入歧途，否则的话，我们大家都聚集在这里，就像这个一般人聚会一样，或者是大家聚在一起，在几天里面非常的热闹，嘻嘻哈哈的就解散，并不是这样。我们能聚到这里，主要是为了护持佛教，不让它不衰败。所以呢，以这种不让佛法衰败的这种护持方式，主要是为了利益这个佛教，让众生可以脱离痛苦。也就是佛法它是一切福德的这个源泉。因此呢，众生的这个利益众生和利益众生的得到安乐，它是依靠什么才能升起呢？主要是依靠这个善因。如果有善因，所谓的善因，它有这个我们有善恶之分，它主要是在佛法之中有这个善恶之分。它主要是对一切众生说，这是善业，这是恶业，以这种方式来区分善恶，然后让他们告诉他们该如何取舍，如何舍弃恶法，如何收取这个善法，懂得善恶的取舍，这样才能利益到一切众生。所以呢，如果要护持这个佛教的话，主要也是为了可以让一切众生最终获得究竟的快乐。所以不管我们怎样的一个动机或者是怎样的行为，都是要有长远的打算，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业，非常广大的事业。我们要这样去想，否则的话，或者是仅是护持自己的这个教派。比方说我们看经书的时候，看书籍的话，主要总是为了护持自己的教派，或者我是刚刚为了伽马嘎举让他得到弘扬，只是为了这个某个教派的利益而做事的话，或者是仅是为了一个寺院而做事，或者只是为了某几个人的利益而做修法的话，并不是这样。所谓的这个佛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法可以繁荣昌盛。如果佛法得到繁荣昌盛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可以利益到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究竟的快乐。所以呢，我们的一切动机和心思都一定要非常的发起这个广大的这个善心，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看这个经书，但是我们的这个私心越来越重，我们的这个顽固的心变得更顽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文思修就误入歧途了。因此呢，这就证明你的所学都没有进入正途。所以呢，所以希望大家对于这些，大家对于自己的
个动机和思维一定要懂得什么善恶取舍。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这个经济上或者说这个裁员这些会有一些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像楚布拉朗法王办公室，所谓的楚布拉朗法王办公室大家有困难的时候都会找楚布拉隆，做什么都会找楚布拉隆，所以呢大家楚布拉隆也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就在为大家服务。所以呢，对于深重的这个住宿以及饮食我们都有和这个雷谢林合作，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都在众心协力的为大家筹备。所以呢当然没办法做得非常的圆满，因为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金刚座比哈尔省所以本来这一个省这个地方就是经济不是很发达，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很圆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总之呢，还是尽可能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希望像大家不像以前那样，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一切的顺缘，外在的一切顺缘，外在的一切顺缘，我们都可以为大家供养，所以一切圆满的顺缘，在这样一个圆满的顺缘的时机，这样一个时间的话，我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很好的这个机会，所以大家的动机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让自己的动机向善。如果自己动机出现错误的话，那么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会如意的，都不会成办，都不会成事的。就是你做什么事情，虽然最初会觉得好像有入轨道，但是呢到最后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好的结果。所以呢最初的动机和思维，希望大家不要有错误的动机和错误的思维。所以今天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可以念诵的。